家平安，欢迎收听6月初9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上主的安慰和帮助。我们要来读诗篇39到40篇。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软弱无助，但主啊，你仍然顾念我。你是我的帮助，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诗篇40篇第17节。有德国铁娘子之称的前总理梅克尔，他在一次参加德国全国基督教会会议的时候，他表示，欧洲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基的国家，支持政教合一、新旧教的和解，更直言上帝是他随时的帮助。他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父亲是牧师，而他公开的表示他是基督徒，承认基督信仰是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是福音派教会的一员，也相信上帝，信仰更是生命中随时的帮助。身为一位基督徒，应该勇于和他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信仰是建构这世界最重要的根基。没有错，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从诗篇39到40篇，透过诗人他在面对生命的困境和试炼的时候，他寻求上主的安慰和帮助。这些诗篇在提醒我们在困境当中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和信靠他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要从几点来看这2篇诗篇的重点。第一个是诗人提到生命的脆弱跟虚空。诗篇39篇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和虚空，就好像传道书的作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诗人反思人类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也意识到一切努力和追求在生命的有限范围里面都显得虚无。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明白这个世界的权力和财富都是暂时的，环境会改变，权力会改变，财富也会因着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失去。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与这位上主建立永恒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控制命运的无能。诗人也揭示了对于掌控自己生命的无能感这样的自我认知。诗人看见世上有不公有无常的这些的事物，明白人真的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是有限的，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提醒我们要谦卑和这样的一个顺服在神的带领，认识在自己的无能还有有限性，并将信心放在那位超越宇宙万有的全能上帝身上。诗人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寻求上主的安慰和帮助的重要。诗篇39篇鼓励我们寻求上主的安慰和帮助，特别是当诗人在面对疾病或者是死亡的困境的当中，如何转向上主，希望得着他的指引跟安慰。提醒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会软弱下来，他要我们不要孤立自己，而是谦卑来寻求上主大能的帮助，将我们的忧虑和需要带到他的面前。上帝是我们的医治者还有怜悯者，所以他听见我们的祷告，并且他
要应许赐给我们力量和平安。第四方面，我们要看诗人怎么样在困境当中依然献上他的感恩，并且等候上主的拯救。诗篇40篇表达了诗人在困境里面经历上主的拯救，还有他的信实。诗人回顾上主在过去的帮助，怎么样怜悯他，并展望了未来，对未来期待跟盼望。诗人深深感激上主的救赎，并表达了牺牲和奉献的态度。这提醒我们以感恩的心态来对待上主对我们的眷顾还有拯救，并且很重要就是要耐心等候他的时刻。我们总结这一些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上主的安慰帮助是我们需要去寻求，提醒我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跟虚空，意识到自己真的无能为力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随时信任上帝，还有在他神圣的计划当中，他怎么样安排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透过诗人的情境他所面对的环境，怎样帮助我们渴慕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需求，并将信心放在他的拯救跟怜悯上面。你知道上主是诗人的医治跟怜悯者，你也可以这样宣告说，上主你是我的医治者，是我的怜悯者。他听见我们的祷告，他并等候要拯救我们。我们做的就是谦卑来寻求他，以感恩的心来等待他的拯救。我们要来默想在你的生活当中遭遇困境和试炼的时候，你如何来寻求上主的安慰和帮助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诗人个人向你的祷告呼求，还有渴慕你的同在，认识到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安慰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内心满怀着渴望寻求你的安慰跟帮助，因为特别是在我们生命最脆弱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跟无法掌控自我的命运，但你是全能的上主，你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抵挡胜过我们所处的困境，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当我们感到无助和迷惘的时候，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点燃盼望的火焰，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不撇弃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和困难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应许要照顾我们。求你按照你的计划和时机，实行你的拯救和怜悯。我们愿以感恩的心来对待你的拯救和帮助，明白你的恩典永远存在。求你赐给我们有耐心等候你的时刻，相信你会按照你的美意行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经历上帝的帮助与安慰。我们下次再见哦。